以色列26号早甲加沙空袭造成31个人死亡，其中有5个人是记者。根据巴勒斯坦记者联盟讲，自以哈冲突以来，巴勒斯坦记者已经超过190个人死亡。这台转播车被炸甲路苍苍，顺一个记者是电视频道圣城金日的人员。圣城金日声明，转播车停伫加沙中部纽斯拉特的埃尔瓦达病院一个南面附近，互以色列一个飞弹拍到。记者迄时阵咧做新闻，各履行人道责任。这频道会继续致力伫报道工作。وتستخدم للبث الفضائي استهدفتها الطائرات بصورة مباشرة。圣城今日属于伊斯兰圣战组织，这组织一群分子捌伫加沙甲哈马斯斗阵作战，也参加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攻击，各地区继续甲即卖以哈战争。هذا ليس رقما عاديا، هذا جنون، وعلينا جميعا أن ندرك جميعا بأن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م يعد لديه خطوط حمراء. سقوط هذا الكم الكبير يعني أن هناك سياسة واضحة وإمعان واضح。以色列军方列出5个记者名字，表示根据真侪消息来源的情报证实，因是冒充记者伊斯兰圣战组织人员，对这转播车进行精准攻击。行动进程已经尽量采取措施，降低对百姓伤害。以色列希望否认将记者做目标，佮表示尽量避免伤害百姓。伊斯兰圣战组织谴责以色列杀害这个记者，暗过无说明这个记者都是因组织的人员。推动全球新闻自由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中层分子表示，记者是百姓，爱绝对受到保护。巴勒斯坦记者联盟顶礼拜表示，加沙冲突到即马已经超过190个记者被杀害，至少400人受伤。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。